大家好，經濟學人形容世界上而家最重要嘅機器就係一台又一台嘅 UV 光刻機、極紫外光光刻機。呢啲光刻機通常都包含咗45萬件零部件，一台單價咧就高達4億美元，差唔多係31億港元。直接參與嘅製造商咧，同埋供應商咧係超過咗5000間。咁光刻機點解咁重要呢？咁因為世界上目前只有光刻機咧，先可以大規模咁經濟化地生產最先進嘅手機晶片咧，以及而家當時得令最先進嘅 AI 人工智能晶片嘅。咁例如蘋果 iPhone 17啦，英偉達嘅 Rubin AI 晶片咧，都係用緊台積電嘅3納米晶片，而呢啲3納米晶片通通都係由 UV 光刻機先可以生產出嚟嘅。咁所以話 UV 光刻機係而家最重要、最昂貴、最複雜嘅機器，一啲都唔過分。而目前咧，全球就只係得荷蘭公司 ASML， 台灣譯名叫艾斯摩爾咧，先能夠製造到 UV 光刻機。其實早喺8年前，即係2018年嘅時候咧，中國企業中芯國際啦，確實向荷蘭嘅 ASML 公司訂購咗一台嘅 UV 光刻機嘅。咁但係最終喺美國特朗普政府強力嘅施壓底下咧，阻止咗出貨。咁自此中國咧一直都買唔到 UV 光刻機去生產先進嘅晶片，咁只能夠繼續係用舊款上一代嘅光刻機，即係 DUV 深紫外光光刻機去生產成熟嘅晶片嘅。咁所謂成熟製成嘅晶片，一般都係指啲28納米嘅晶片啦。咁多數都係用喺汽車啦、電視啊啲一般嘅消費品。咁簡單嚟講咧，美國政府嘅政策係你中國做一啲中低端嘅消費品嘅晶片嘅，佢係任你做嘅。但係如果你要生產先進嘅 AI 晶片或者係先進嘅手機晶片嘅，佢就會往往都揾到理由，就係話你危及美國國家安全，阻止你去生產嘅。2019年咧，華為嘅手機銷量十分厲害，全球嘅出貨量咧達到2.45億部，超越咗蘋果1.97億部。咁自此咧，美國對華為嘅制裁咧，就持續升級嘅。咁最終咧，華為完全唔能夠揾台積電去代工生產高性能嘅晶片。華為後來咧只好分拆咗榮耀、Honor 出去啦。而中國其他睇嚟無法威脅蘋果嘅手機品牌，好似小米啊、OPPO、VIVO 咁，到今日都可以採購美國高通嘅高性能晶片嘅。咁但係佢哋賣手機嘅大部分利潤咧，其實都係俾美國高通例如係Snapdragon 呢個系列嘅晶片食晒。咁簡單嚟講，只要美國公司好似蘋果啊、高通啊，或者佢盟友南韓三星咁，繼續佔據半導體產業嘅食物鏈上游，咁中國手機商依靠佢哋美國陣營嘅晶片，美國政府睇嚟勉強可以接受嘅。咁但係當好似華為一旦反超美國蘋果，甚至係想自己設計以及發展晶片嘅時候咧，美國政府往往對你就係另眼相開嘅。咁經濟學人最近有一篇報道就話，美國商務部長Howard Lutnick 咧就向荷蘭 ASM 公司發難，就話咧據佢所知咧就有一台 UV 光刻機咧就偷運入咗去中國。咁 ASML 就堅稱唔可能嘅。咁佢哋強調佢哋好清楚掌握咗全球340部佢哋生產出嚟嘅 UV 光刻機具體嘅位置，冇一台喺中國大陸。ASML 反而要求Lutnick提供證據，咁但係咧就美國商務部並沒有提供嘅。咁業界普遍估計咧，中國係未必獲得一整台嘅 UV 光刻機，咁但係獲得部分嘅零件進行逆向仿製咧，確係有呢個可能性。嗱，我認為咧Lutnick嘅講法咧，可能係進一步打壓中國半導體行業嘅先兆嚟嘅。因為咧特朗普政府今年4月推出咗一個非常爭議嘅法案啦，簡稱叫做 Match Act， 獲得兩黨嘅支持。咁該法案咧唔單止要求禁止向中國銷售舊款上一代嘅 DUV 光刻機，仲要限制 ASML 公司為中國現有幾百台舊款嘅 DUV 光刻機咧提供維修及軟體更新嘅服務嘅。咁而ASML 公司同埋荷蘭政府咧都係非常反對呢條所謂法案。
嗱，我認為呢條法案咧都算係荒謬透頂嘅。你禁賣先進嘅設備都算啦，咁而家連舊款又唔買得，仲要禁埋保養同維修，咁根本就係趕絕你。嗱，不過咧，我根據美國國會中央網站最新嘅記錄顯示咧，呢條法案咧仍處於 introduce 啦 order report 嘅階段嘅。咁通過概率估計得3成啫，即係7成都未必過，亦都冇任何跡象咧，佢會喺7月之前有任何進展嘅。咁所以咧，我猜咧，其實講法固然有可能真係收到情報啦，就中國偷運到一部 UV 光刻機，但我亦都覺得可能係一種施壓嘅手段，係逼 ASML 公司同埋荷蘭政府咧未來聽命於徹底屈服於美國政府嘅啫，一種施壓手段。咁大家都會有疑問啦，美國唔想中國有先進嘅 UV 光刻機都唔難理解，咁點解連舊款嘅上一代 UV 光刻機都要趕盡殺絕呢？其實呢一切咧都要講翻源自2018年起，中國被禁買 UV 光刻機開始，呢場打足8年嘅光刻機之戰所致嘅。嗱，我會形容呢場咧光刻機嘅8年抗戰咧有2條大嘅戰線，咁一條咧就係用手頭已有嘅設備，咁同埋土法嘅新技術咧打造一條游擊戰線，咁另一條咧就簡單啲啊叫正面戰線。咁游擊戰線係咩呢？就好似中芯國際咁啦，用舊款已經買落嘅 DV 光刻機，透過咧重複曝光嘅技術咧，生產出較為先進嘅7納米晶片。咁因為咧DV 光刻機雖然單次曝光咧只能夠生產出28納米嘅成熟晶片，咁但係透過多重曝光嘅 N， 而家已經發展到 N+3 咧，就可以生產出比較先進嘅晶片。好似最新嗰代咧就應該係屬於麒麟9030 Pro 嘅晶片，基本上咧已經逼近台積電6納米甚至乎5納米晶片嘅電晶體密度啦。嗱，講到呢度咧，冇辦法唔做少少科普嘅。咁點解越細納米嘅晶片就越勁呢？因為佢意味住越細平面嘅面積咧，可以容納更多嘅電晶體，咁自然就有相對更高效能。而華為最新提出嘅所謂嘅韜定律咧，就唔係再靠晶片平面嘅納米做得更細，而係靠將電路摺疊成一個立體垂直互聯，佢稱為邏輯摺疊技術。咁總之咧就唔係只係靠平面嘅打橫發展，而係加埋向上嘅垂直發展。總之擠入更多嘅電晶體。華為宣布今年秋季咧，佢同樣會採用就係 N+3 嘅技術啦，以及咧佢新發展出嚟嘅邏輯摺疊技術。咁生產一款可能係暫定新嘅命名咧，就叫麒麟9050嘅晶片嘅電晶體嘅密度咧，可以接近台積電3納米嘅晶片嘅。咁傳聞咧，華為最新嗰款手機將會出 Mate 90咧，就會用呢一款先進嘅晶片嘅。所以我會形容咧呢條路線咧，其實係屬於叫游擊戰線，因為咧游擊戰咧就係往往係用手頭有乜武器咧就打咩仗嘅，打法咧就係講求實用。而華為只係用啲舊嘅 DUV 光刻機重複曝光啦，即使有更高嘅損耗率，咁但係配合到自己自創嘅韜定律嘅邏輯摺疊技術咧，就可以生產出比較接近台積電最先進嘅晶片。不過萬一未來美國真係連中國手頭上舊嘅 DV 光刻機都禁埋維修啊，同埋軟件更新，咁又點呢？個答案就好簡單，中國咧只能夠連舊款舊一代嘅光刻機都要自己國產。咁業界盛傳咧，上海微電子呢間中國嘅主要光刻機廠商咧，已經生產出28納米嘅 DV 光刻機，仲出咗貨俾中芯添。咁進行緊試驗證階段。咁有消息指咧，佢亦都係透過重複曝光嘅技術咧，已經試產出7納米嘅晶片。不過咧，良率就麻麻地，得4成，即係6成都係損耗。要注意咧，台積電嘅良率咧通常都有9成嘅。咁但係中國起碼有國產嘅光刻機啦，可以生產出接近先進嘅晶片啦。咁市傳中芯嘅目標咧，希望喺明年2027年起咧，中國微電子光刻機可以引入到晶片嘅生產線，實施量產嘅。咁呢條游擊戰線都算係勉強有機會喺未來全鏈條打通國際化。
國產化。咁雖然夠晒迂迴啦，損耗又大，咁但係勉強可以擺脱即係未來俾人箍住條頸，即係普通話叫卡脖住嘅尷尬局面啦。咁顯然咧，中國喺光刻機游擊戰場咧，都可算係勉強出現咗絕處逢生嘅跡象。咁但係我都之前提到啦，光刻機嘅正面戰場就係自己研究生產出國產嘅 UV 光刻機。咁呢方面嘅進展又點呢？其實路透社早前有報導嘅，就話有一批前 ASML 嘅工程師咧，組織咗一個所謂嘅中國團隊，喺上年年初已經幫中國咧係完成咗 UV 嘅原型機。咁仲喺深圳一個高度嚴密嘅實驗室進行測試添。咁路透社仲稱呢個計劃叫做北京曼克頓計劃。咁報導指咧，中國會投資大約400億美元，差唔多3000億港紙嘅研發團隊咧，就包括咗華為啦、哈工大啦、清華中科院等單位嘅。咁另外資料顯示咧，截至到今年6月咧，中國光刻機申請有關嘅專利咧，已經累計達到1200件。路透社嘅報導又話呢個計劃咧係由中央政治局嘅常委習近平嘅重要親信丁薛祥，中共嘅領導人排名第6啊，係負責咧係主導同監督嘅。仲話咧中國嘅目標係2028年咧要透過使用EUV 嘅光刻機生產出功能性嘅晶片嘅。嗱，講完晶片個母體最主要嘅光刻機嘅發展之路咧，我諗都要翻去現實講翻中國而家最新嘅宏觀經濟大局。中國今年第二季 GDP 增長咧，其實只得4.3%，拖低咗上半年嘅整體增長，只得4.7%。經濟情況咧就顯然就唔算理想嘅，格局仍然係強出口就弱內需呢個 K 字形走勢嘅。咁高盛估計咧，北京下半年仲大概有10萬億嘅財政干預力度。但我個人認為10萬億人民幣就算派晒俾每一個中國人14億啊，都係分得7000幾蚊，恐怕只會催谷到提前消費，根本係冇辦法根本改善內需疲弱嘅問題。咁同時根據調查咧，全球而家嘅 AI 算力，美國係佔咗75%，中國只係得15%。美國足足係中國嘅5倍。中國嘅短板始終喺呢場 AI 角逐底下咧，就係缺乏高性能嘅晶片。而晶片咧，特別係高階晶片，始終都係要 UV 光刻機去生產。咁所以咧，就算中國係將有限嘅財政資源繼續壓注喺其中一項，就係半導體科技，而唔係注入內需派錢咧，我認為都係冇辦法中嘅辦法。咁畢竟咧，中國能否打造出國產 UV 光刻機咧？睇嚟係涉及一場國運之戰。如果成功，未來中國先有機會喺呢場大戰中 AI 大戰中勝出。咁到時咧，有機會可以創造大量嘅新就業崗位。睇嚟呢個亦都比較係一個長治久安之道。好啦，今期我暫時講到呢度，下次再見。